大家好，歡迎收睇《懸案錄》。喺一般人嘅認知入面，母愛係呢個世界上最偉大、最無私嘅情感。但如果呢種愛變成咗一種密不透風嘅枷鎖，甚至係一種靈魂深處嘅折磨，最終會演變成點樣嘅悲劇？今日我哋要講解嘅呢單案件，發生喺四川成都，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前途光明嘅法學系女大學生，竟然對自己患癌嘅親生母親痛下殺手。更令人不寒而慄嘅係，當佢喺案發現場指認遺體嘅時候，佢竟然可以笑住講出一句極度荒誕嘅說話。今日就等我哋行入呢個扭曲嘅家庭，揭開呢場慘絕人寰嘅女大學生弒母案。2013年3月20日凌晨，成都市清白江區一處偏僻嘅建築工地，當日一名姓張嘅建築工人如常早起返工，諗住去工地後方嘅空地小解。就喺呢個時候，佢喺一堆建築廢料隔離見到一個非常顯眼嘅黑色大型行李箱。張師傅當時仲心諗，係邊個有錢人咁浪費，連咁新淨嘅箱都唔要？佢貪小便宜嘅心態作祟，行埋去諗住將行李箱帶返去。但當佢拉開拉鏈嘅一瞬間，一股濃烈嘅血腥味撲面而來，緊接住一個圓形嘅物體從箱入面滾咗出嚟。佢定眼一睇，係一個雙目張開、表情恐怖嘅女性頭顱。驚魂未定嘅張師傅即刻好慌忙咁跑去報警。警方接報後即刻封鎖現場。法醫現場勘驗發現，箱入面嘅遺體被殘忍分屍成6個部分，切口唔算專業。警方隨即展開大規模搜索。根據後來官方調查，死者係一名女性，身高約1.55米。警方喺現場除了發現遺體外，並無發現任何身份證件。死者嘅雙手十指被切除，顯然兇手係想通過毀掉指紋嚟增加警方辨認身份嘅難度。但由於案發地點係監控盲區，而且當時天雨路滑，並無留落明顯嘅腳印或指紋，警方唯一嘅線索就係呢個行李箱同埋受害者嘅身份。受害者大約50歲左右，頭髮花白，身形消瘦。警方隨即發布協查通報，並重點排查近期嘅失蹤人口。就喺案發後嘅第3日，一名叫羅少龍嘅男子趕到派出所報案。佢神色慌張，話佢嘅母親馬華瓊同家姐羅少敏一齊失蹤咗。據羅少龍所講，佢媽媽馬華瓊因為患咗乳腺癌，喺1個月前由家姐羅少敏陪同，專程由鄉下嚟到成都求醫。為咗慳錢，兩母女並冇住喺醫院，而係喺成都火車站附近租咗一間廉價嘅私人招待所居住。羅少龍平時每日都會同媽媽通電話了解病情，但由3月19日開始，媽媽同家姐嘅手機就一直處於關機狀態。警方隨即提取咗羅少龍嘅 DNA 與行李箱入面嘅女性遺體進行比對，結果證實死者就係羅少龍嘅親生母親51歲嘅馬華瓊。確定死者身份之後，一個巨大嘅疑問浮現喺警方腦海。既然媽媽已經被害，咁同佢形影不離，負責照顧佢嘅家姐羅少敏去咗邊？係咪兩母女一齊遭遇咗入室搶劫？羅少敏亦都凶多吉少。然而案件嘅走向好快就發生咗180度嘅轉變。就喺警方積極尋找羅少敏嘅時候，羅少龍突然收到一條由家姐手機發嚟嘅短信，短信內容非常古怪，大意係話我帶媽媽去咗另一個地方住，嗰度有個病友介紹咗個好醫生，暫時唔需要揾我哋，費事打擾。警方敏銳地察覺到呢條短信極大機會係此地無銀300兩，如果兩個人平安無事，點解唔接電話？點解要強調唔好揾我哋？警方立即對羅兆敏展開全方位嘅追蹤。
警方第一時間趕去兩母女租住嘅招待所，嗰度環境簡陋，走廊陰暗潮濕。當警員進入兩人租住嘅房間時，發現入面乾淨得過分，地板明顯被反覆擦洗過，空氣中除咗一股淡淡嘅霉味，竟然仲有一種濃烈嘅洗潔精味道。偵查員喺房間嘅角落、床架嘅細縫入面，利用魯米諾反應進行檢測。當燈光熄滅，原本潔淨嘅房間竟然呈現出大片大片嘅熒光藍色，展示出係被清洗過嘅大量血跡。根據招待所嘅監控錄像顯示，3月19日夜晚，兩母女一齊返入房之後嘅10幾個鐘，馬華瓊就再冇出現過。相反，羅兆敏喺凌晨時分頻繁出入，佢多次提住水桶去公用洗手間換水，手入面拎住拖把。最關鍵嘅一幕係3月20日凌晨3點，監控影到羅兆敏一個人拖住一個沉重嘅行李箱離開招待所。棄屍後，羅兆敏竟然返回招待所住多咗1晚，甚至退房時仲問老闆退還押金。事隔幾日，警方喺招待所附近嘅一條橫街發現咗一個行蹤詭異、披頭散髮嘅女仔。佢神情呆滯，衣衫襤褸，完全唔似一個受過教育嘅大學生，反而似一個流浪漢。呢個人正係羅兆敏。當警方將佢帶返審訊室時，佢表現出一種異於常人嘅冷靜。佢唔喊唔鬧，甚至面對警方展示嘅遺體相片時，嘴角仲掛住一抹令人心寒嘅微笑。案件最令人震驚嘅一幕發生喺警方帶羅兆敏去工地指認拋屍現場嘅時候。一般嘅殺人犯回到案發現場，一係崩潰痛哭，一係極度恐懼，但羅兆敏完全唔同。佢行到當日個行李箱被發現嘅垃圾堆旁邊，指住嗰個位置，語氣平淡得好似喺度介紹緊一件微不足道嘅往事。當法醫指住已經被拼接好嘅遺體照片，為咗確認拋屍細節，問佢當時嘅情況時，羅兆敏竟然伸出手指住遺體嘅軀幹部分，笑笑口咁對住現場警員講咗一句：你睇下，好肥啊！呢句說話令在場所有嘅刑警同法醫都覺得背脊發涼。喺呢個女仔眼中，瞓喺度嘅唔係含辛茹苦供佢讀書嘅親生媽媽，而係一件可以隨意評價甚至用嚟開玩笑嘅物件。呢種極致嘅冷漠與崩潰嘅人性，令偵查工作陷入咗一種難以言喻嘅壓抑氣氛。究竟係點樣嘅成長環境，可以將一個原本應該純真善良嘅女仔，變成一隻連親情都徹底喪失嘅惡魔？隨住心理專家同社會調查員嘅介入，羅兆敏背後嘅家庭悲劇逐漸浮出水面。羅兆敏出生喺一個農村家庭，父親以前係長途車司機，但多年前因為一場嚴重車禍導致全身癱瘓，長期臥床需要人照顧，成個家嘅重擔全部落喺母親馬華瓊身上。馬華瓊係一名鄉村教師，性格極其強悍，自尊心極強。佢將自己人生中所有嘅希望全部強加喺長女羅兆敏身上。由羅兆敏讀小學開始，佢就冇任何自由可言。媽媽唔准佢出去同朋友玩，唔准佢睇電視，每日除咗讀書就係讀書。如果考試入唔到前3名，迎接佢嘅就係馬華瓊無止境嘅辱罵甚至體罰。馬華瓊有一句名言：我辛苦種地供你讀書，你就係我嘅希望。你如果唔聽話，你就係對唔住我。後來羅兆敏不負眾望，成功考入咗西南石油學院。喺大學期間，佢遠離咗媽媽嘅掌控，開始嘗試追求自由。佢喺大城市入面感受到咗前所未有嘅輕鬆，甚至瞞住媽媽，偷偷地開始咗一段戀情，同男朋友拍拖，享受緊平凡女仔嘅幸福。但喺呢種窒息嘅母愛之下成長，羅兆敏性格始終變得極度內向、自卑，
內心深處積壓咗巨大嘅憤怒。佢曾經嘗試過反抗。大學畢業後，佢原本想去外地闖蕩，但馬華瓊以死相逼，強迫佢返老家當一名代課老師。羅兆敏嘅人生就好似一條拉得太緊嘅橡筋，隨時都會斷裂。然而好景不常，大學畢業後，羅兆敏想留喺大城市揾份好工作，同男朋友一齊發展，但馬華瓊強烈反對。佢要求女兒必須返回老家，喺佢眼皮底下一邊當代課老師，一邊照顧癱瘓嘅爸爸。馬華瓊用病重、道德綁架等手段，甚至以死相逼，強行拆散咗羅兆敏同男朋友，將佢拉返身邊。羅兆敏喺日記中寫道：我的人生從來不屬於我自己。2013年初，馬華瓊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呢個消息對於呢個原本就生活拮據嘅家庭嚟講，無疑係雪上加霜。作為大女，羅兆敏被迫辭去工作，全職陪媽媽去成都醫病。喺成都求醫嘅日子係羅兆敏人生最黑暗嘅時光。馬華瓊因為病痛嘅折磨，性格變得更加暴躁同反覆無常。佢將所有對死亡嘅恐懼同對命運嘅不滿，全部發洩喺羅兆敏身上。喺狹窄陰暗嘅招待所房入面，馬華瓊經常無端端對羅兆敏進行長時間嘅精神折磨。佢會因為飯菜嘅鹹淡，因為翻身嘅動作慢咗，就用最惡毒嘅說話去攻擊個女，話佢係喪門星，話自己病都係因為佢唔聽話激出嚟嘅。案發當晚，馬華瓊因為羅兆敏買錯咗藥，進行咗長達幾個鐘嘅辱罵，甚至威脅要羅兆敏一輩子做牛做馬償還恩情。呢句話成為咗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羅兆敏多年嚟受壓抑嘅人格喺嗰一刻徹底崩潰。佢唔再係嗰個聽話嘅乖乖女，而係變成咗一個被仇恨吞噬嘅復仇者。羅兆敏喺極度壓抑下，趁母親熟睡時，先用重物擊打其頭部，隨後實施咗殘忍嘅分屍。殺死馬華瓊之後，羅兆敏並冇第一時間感到後悔，相反，佢喺審訊中交代，當佢見到媽媽唔再講嘢，唔再辱罵佢嘅時候，佢感到前所未有嘅輕鬆。佢處理遺體嘅手法展現出一種病態嘅細緻。佢用咗成晚嘅時間去清洗血跡，目的竟然係為咗可以喺呢間房入面安靜咁瞓一覺。喺拋屍之後嘅幾日，羅兆敏並無逃離成都，佢拎住媽媽身上剩餘嘅醫藥費，去咗以前媽媽絕對唔准佢去嘅商場，食咗以前媽媽話浪費錢嘅大餐。佢喺街頭漫無目的地行走，睇住人來人往。佢竟然覺得呢幾日係佢人生中唯一屬於自己嘅時光。心理學家分析，羅兆敏喺指認現場嘅笑容同埋嗰句好肥喎，係一種典型嘅心理防禦機制或情感解體。因為真相太過殘酷，佢嘅大腦選擇咗將自己同現實抽離，將母親嘅遺體視為一個無關痛癢嘅物體，以此嚟逃避殺害親人嘅巨大罪惡感。羅兆敏最終被法院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法院考慮到案件背後深層嘅家庭教育悲劇，以及羅兆敏長期遭受嘅精神虐待，作出咗相對寬大嘅裁決。呢單案件雖然告一段落，但留俾我哋嘅思考卻遠遠未結束。馬華瓊愛唔愛個女？愛，但係呢種愛係佔有，係控制，係將仔女當成自己生命嘅延續，而唔係一個獨立嘅靈魂。羅兆敏慘唔慘？慘，但係佢選擇咗最極端、最令人發指嘅方式去終結痛苦，最終將自己亦都推入咗萬劫不復嘅深淵。家本應係避風港，但如果教育方式走入歧途，家亦都可以變成最恐怖嘅修羅場。羅兆敏嗰句好
好肥喎，其實係對畸形母愛最諷刺，亦都係最悲哀嘅回響。今日嘅案件解說就到呢度，你哋點睇馬華瓊嘅教育方式？你認為羅兆敏嘅行徑係純粹嘅惡，定係環境造成嘅悲劇？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呢個頻道，記得加關注同俾個 like，亦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講講你嘅睇法。我哋下期再見，拜拜。